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3月28，启示录3章11节安尼讲：我紧警告，你所有的着持守伊，免得有人抢你的面流。三角来祈祷，爱阮着持守所有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赐下圣神帮助阮，搁互阮得到坚固的全能上帝。伫你的圣手的扶持下，阮通赢过摆列伫阮面前的试炼甲挑战，也互阮通靠你来过得胜的生活。阮要深深献上阮的懊恼甲感谢，主啊，对伫你所懊恼，阁无责备的铁粒铁灰教会，就是伊虽然只有淡薄的气力，伫迫害中犹原持守你的道，袂捌否认你的名，所以你就为伊拍开天国的门，脱离迄个试炼。主啊，愿阮也持守所信的，到落尾，通得性命免流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